111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高中学生组谢强编号9号，齐翻成录音。记从先五，蔡神贤演奏。阿咪上来熬满江，请将先五下饭。家爸请将阿咪的路行读到昂然莫格杀，就请健身教练来训练阿咪。一开始，老到阿咪会反抗，没想到阿咪上课过后，才终于去练举重。后来阿咪一下课，唔是伫健身房，就是去健身房嘅路行。阿咪进步当家，徛嘅重量未进来进重。虽然未吃到以色列伊辛苦，不过佢看到自家嘅进步，就感觉到当得。有时节练到鬼身嘅酸、软、痛，每当想爱退难。有时节无生意挫伤，未会想爱放弃。特别阿咪爱放弃嘅下，就会面到有人讲过，危险是真实存在嘅，不过爱讲佢么，是人嘅选择。伫训练嘅过程地度，佢了解。我看到山顶上嘅安靜嘅光景，天窗無暗改，因日木各位其他人，一下佢從對阿咪來講，就像頭戲樣嘅暗刺人，佢想要做一個佢從運動員，同鍛鍊身體嘅觀念傳揚俾較多人知。教練知道本阿咪參加比賽嘅時機到誒，阿咪冇本大家失望。第頭一擺比賽就得獎，其實一時咧自滿都冇，因為阿咪有很較大嘅目標，佢就係愛參加奧運。當日訓練過後，教練都會批定阿咪強下看優秀選手嘅影片。檢查自家還有哪愛改進嘅，阿咪咪陸陸續續去參加比賽，漸漸嘅又進來更多人識佢，老輩嘅人同佢起一個名嘅，按到舉重先五。經過千辛萬苦，阿咪總算得到代表台灣參加奧運嘅機會。也是佢很多年來嘅夢想，不過時間當急，佢天天就加強訓練，想要拿出最好嘅表現，為國家爭光。喺很多爭到人才嘅奧運場項，冇辦法的阿咪係萬人，甚至於還有啲位藐視也嘅頭一擺來參賽嘅黃皮膚嘅細妹誒。不過阿咪第幾件事要做嘅，就係拿出最好嘅表現，唔是當人糾結無人。真正強嘅人係用成績來講話嘅。等等比賽嘅進行，就算阿咪嘅分數，一時間聽唔到人，佢還係10萬股壓定牙緊唔放棄。親家就來到最尾一關嘅停出騎嘅。教練同阿咪參詳過後，打算10萬股去拼，本期去刺騎唔是騎過嘅重量，係講成功嘅。阿咪就會係一個奧運嘅金牌得主，報名十分無彩。阿咪落鼓誒，
佢點都唔會知道減少，因為佢哋就算落久嘅，總比冇試過將來後悔還較感恩。阿彌法師4年過後，我重新轉到奧運嘅比賽場上，來同台灣爭取一塊金牌。